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号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先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国内增加274个本土病例，20个人死亡，但是中表示疫情有较稳定，也毋过5日嘛是毋通拍走。国内头一批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今仔开始注，第一类医护人员优先，专家呼吁讲，予有新的医护人员先注。国内3基金界家庭暴力的通报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成5，老大人受到暴力对待的案件上多。新闻一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74个本土病例，有25个人死亡。指挥中心下晡嘛公布注疫苗的顺序，6月7号嘛开始开放全台湾第2类、第3类的民众开始注射。咱嘛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那我们有总共275例哈，其中1例为境外移入从印度哈，是有274例的本土案例哈。那新北市哈162例，台北市63例。那整体在疫情上的一个趋势哈，它还是有点在这里算是比较平稳的一个形态哈。那对接种的顺序有一些的调整，不过这里面有调整的大概。算是在1、2、3类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只是把这个警察特别在把这在第2类里面是5、6类这是比较在这次在以往都比较少的比较没有提到的就对于一个就是机构社福照顾系统之人员及其受照顾者，还有洗肾的患者。那第6类的话就是75岁以上的长者比较重要是下礼拜。就现在在前一波我们开放的这41万剂的 AZ 的疫苗那大部分也都达到一定的比例，因为其他还有一些剩余的所以我们赶快把这些开到2、3类都可以来施打。这2天本土病例甲死亡的人数有较稳定，也毋过专家是认为这并毋是代表讲疫情转好啊，嘛呼吁民众毋通放任。国内头一批莫德纳疫苗今仔开始注，之前有一寡医护人员就先无想要注 AZ， 想要等莫德纳哦。也毋过专家是强调讲，这2款疫苗保护的效果是差无偌济，呼吁专职病房的医护人员爱赶紧注。第一批新冠莫德纳疫苗，礼拜3、7、9开始注，团出部分医护人员一旦莫德纳疫苗来接个注，真济间病院注 AZ 疫苗速度也变慢。国内专家表示，国外研究数据显示，2种保护效果其实差不偌济，建议专职病房医护人员赶紧注，增加保护力。AZ 疫苗第1剂的那个发烧这些疼痛的反应比较强，那莫德纳疫苗是第2剂的反应会比较强，看起来它保护效果都是在80%、90%左右，就看不出明显的差别。另外，这2天本土病例数加死亡人数有下降，是不是代表疫情转好？专家警告，以流行病学来看，至少要搁观察1礼拜，民众千万唔当放轻松。现阶段只能讲是疫情有下降的现象。现在我们连续2天有下降，也还是要看久一点，就是差不多看的5天到7天这样的时间，它有下降趋势，就表示是下降。我们只能够说现在有下降的征兆出来。另外，网络流传注13剂肺炎链球菌疫苗用对抗新冠肺炎，李炳兴表示。流感甲10多年前的 SARS 确实有真悬的比例会合并肺炎链球菌，不过新冠肺炎是不是引起肺炎链球菌，要搁等科学证据，不过也无反对民众去做。记者综合报道。头一批莫德纳15万剂的疫苗今仔开始，第1类风险上悬的医护人员先注。指挥中心表示头一批先送出7万剂，3天内底注射。毛学者是建议讲，互照顾重症病人的医护人员先注莫德纳，有时也是有讲有可能会引起血糖较调的医护人员，嘛先互因注莫德纳。7、9就要开始注莫德纳疫苗。医疗物流货车是赶紧把疫苗送去全国各间医疗院所。疫情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表示，头一批配送的7万多剂莫德纳疫苗，按算伫3天内会注好了。台大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秀熙呼吁 AZ 疫苗虽然保护力有较歹，不过对减少重症是真有效，无必要所有医护人员拢要抢注莫德纳疫苗。若保护力较强的莫德纳疫苗，应该要留予照顾重症患者医护人员优先来注。在急诊或 ICU 等等这些第一线的就是照顾这个确诊者的这些同仁，然后
事实上，这个他们的优先顺序本来也是在医事人员里面最高的一群就可以来选择Moderna的疫苗来施打。王主任嘛表示，因为 AZ 疫苗有造成血癌的疑虑，若是有相关风险的医护人员，按算会纳入去接波注莫德纳疫苗的对象。譬如说，他可能是有怀孕啊，或者是有血栓的一些风险的这些族群那可能这些人在医师判定以后，认为他可以再等一下Moderna的疫苗。因为目前国内摕到疫苗数量有限，可能会有一寡民众注两档疫苗会是无共牌子的。学者表示，英国有研究显示，无共牌子纳入注会有较悬的比例出现发烧等等真接款疫苗不良的反应，不过并无严重不良的反应。另外，西班牙有研究显示，先注 AZ 疫苗再搁注 BNT 疫苗，比干那注一档 AZ， 中和抗体保护的效果是有较悬。那发现说，先打 AZ 载体的疫苗，然后再打这个第二剂的 BNT 疫苗，可以较第一剂只打 AZ 疫苗的人有较高的综合抗体保护效力。那这研究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疫苗混打是有可能的。包括头一批配送的7万档疫苗，目前国内已经摕到15万档莫德纳疫苗。曾仁祥讲，若是有顺利，6月底还佫有2批莫德纳疫苗会送到台湾，目前估计拢是10多万档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帮观众朋友来整理今仔日全台湾各地为着病民众的情形哦。今仔是新增加275例，有一个境外病例，有274例本土病例，死亡有25例。增加的本土病例，新北市有162例，台北市63例哦。苗栗是有12例，彰化有3例，桃园有15例，基隆有10例，宜兰是2例，南投3例。台中、台南、嘉义市阁有新竹县，目前拢是1例哦。咱全台湾目前是有11968例，本土病例嘛已经有11766例咯。嘛是要提醒民众哦，防疫嘛是阁唔通放冷。咱再来看一电视大楼伫初七有一个摄影师，互发现死伫便所哦。后来 PCR 检验是阳性，电视台今仔嘛是快筛站帮所有员工来体检，下晡1点开始哦。台北市政府嘛派出快筛队来协助。报学兵入去办公室加强消毒，大楼外口有工作人员载相关的工具，还有流动便所等等，要赶紧来设置快筛站。台北市内湖的一电视大楼，初次发现一个摄影师死伫便所内底，初步 PCR 核酸检测的结果是阳性确诊。一电视是赶紧协调台北市府，找到伫大厅设置快筛站，要甲全部人员做快筛。不过有员工就讲，公司伫第一时间甲内部讲，这个摄影师长期食酒，顶礼拜拢请假，嘛无相关的症状。清洁阿姨早上去打扫的时候敲门都没有，就是看到里面有人，然后可是敲门都没有反应，然后他就请工读生，然后去摇看，就有伸手去碰他，看他有没有反应，结果没有反应。有员工讲，敢若迄天有上班的同事才知影有人死伫便所内底，一个工读生还佫有甲死者接触过，目前医院敢若互通知讲爱居家自主管理。一定是按算下晡1点开始做快筛，一天上侪当采检200个人，用地病册顺序来做体检。因那台北市府嘛出动机动快筛队来协助因做采检。主管有传讯息说死掉的那名摄影师是确诊个案，然后要我们自主监测，但是还是正常上下班，所以大家就觉得就是有点害怕。因那台北市警察局内湖分局有4个警察协助相验，警方唔敢大意，有甲警察密切接触的19个警察，嘛拢有去病院做快筛，结果出来23个警察拢是阴性。不过警察局这边为着慎重起见，也是要求警察伫咧处理爱自主健康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北市立联合病院阳明园区的急诊室，传出医护人员因为帮确诊者插管治疗去喂着病，病院的急诊科医师苏一峰就讲哦，就算有规身躯的保护，喂着病风险嘛是阁真悬。也毋过伊嘛鼓励大家讲，伫战场顶头无迄种未食着枪支的证书。急诊室的门口严加管制，到6月15进前，除了新冠肺炎的治疗和采检，其他的服务拢暂停，因为前一天有几万名医护确诊。台北市联合病院的阳明园区急诊室，初期收一位对119转送的确诊个案，当初时状况真危急，并且加护病房也落满，医护人员紧急插管，因安尼互病人喂着。在扎管过程中，造成部分医护人员受到感染。阳明院区立即启动高规格的防护，匡列相关人员裁检，并加强急诊室大规模环境清消作业。 急诊室的门口严加管制，到6月15进前，除了新冠肺炎的治疗和采检，其他的服务拢暂停，因为前一天有几万名医护确诊。台北市联合病院阳明园区急诊室，初期收一位对119转送的确诊个案，当初时状况真危急，并且加护病房也落满，医护人员紧急插管，因安尼互病人喂着。在扎管过程中，造成部分医护人员受到感染。阳明院区立即启动高规格的防护，匡列相关人员裁检，并加强急诊室大规模环境清消作业。
医护人员已经将规所的防护装备刷油源感染。时常伫有名急诊室当值，但是当日报伫遐的主治医师苏一峰指出，这位病人加费用，而且伊当阵有喷出喙瘾，费用也一直救袂起来，病人一直喘气，和插管的难度更较悬。他会很用力，那你在帮他插管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力的咳嗽或呼吸，他可能就比较多的分泌物会喷出来，他配合度也会比较差。医师苏一峰也呼吁社会支持医护，绝对不是无细剂才感染，是急诊无参像专职病房采检分开，医护拢得爱面对唔知影的高风险。第一线的战士没有不挨子弹的啦，所以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啦。那被感染的人呢，不代表他就是轻忽而不小心，反而被感染的这群人呢，就是因为他们插了最多支的管，他们照顾了最多的这些阳性的病人，所以才最有机会被感染。所以呢，被感染的人呢，其实他就是在这场战役中冲在最前面、最尽心尽力的这群人。有名医区是台北市联合病院，伫中校、仁爱、和平、尚德、昆明防治中心了后，佮别处有医护确诊。也有人指出，有医生发烧佮继续看病。台北市联合病院的院长黄胜坚讲，虽然无接到进一步的消息，但是认为这无啥可能。医师拢会自主管理，发烧就无可能入来病院。记者综合报道。苗栗5间电子厂传出烧毁事件，目前是有282个人胃着病，地方公司台检390个人有来阳性，京鼎科技今仔开始针对610个人来做快筛。苗栗县政府嘛要求讲，移工爱踮伫宿舍，袂当出门。台湾人权促进会是表示，这违反人权。工作人员穿规丝的隔离衫，每一个细节拢唔敢凊彩。员工排甲长落落在等快筛。苗栗京鼎竹南厂传出群组感染，官府公布车牌就增加5例，厂方赶紧停工3日，嘛针对430个员工，甲180位乘组的厂商全面快筛。外籍劳工有发现有感染，所以被那个疾管署全部都拉到集中检疫去了。那因为考量到时候在这栋楼里面呢，是有本国籍员工跟外籍员工有工作区域有些重叠，所以呢全部做一个全面的快筛。目前苗栗县5间电子厂小连锁传出确诊案例，计共已经282人。厂方表示，因所请的移工甲警员毋是同一个宿舍，但是拢伫同一个所在生活，而且嘛甲本国籍的员工工课场会小交叉，所以进行全面的快筛。苗栗县府嘛公布车牌地方的快筛结果，体检390个人当中有6个人阳性。但是为着防止疫情拓开，苗栗县府对县内移工实施禁令，到车牌为止已经抓到21个人违规。不过，台湾人权促进会认为讲，这款禁令是一种歧视。我们应该把移工视为我跟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大家。我们台湾人怎么做，那移工怎么做就好了，根本不需要去区分移工应该要多做什么。施义雄指出，这项禁令毋但是把移工当作是温重感染者，伫咧县内做长照工课移工嘛有7300多人，等于是会影响到7000外有需要长照的家庭。呼吁县府应该以指挥中心的标准来看待，无应该干那对移工有针对性，也是特别的禁令。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中和一间印刷厂嘛传出有移工烧毁，有一个厂长甲11个移工胃着病，已经送到集中检疫所隔离。公司其他的员工佫有11个移工 PCR 拢是阴性的。印刷厂伫初7嘛已经先停工了。伫中和一间纸片公司爆发群组感染，本国籍厂长拿后无数次去快筛，测到 PCR 阳性确诊，因为厂长负责管理移工相关印刷工作。初7公司带12名越南籍移工快筛采检，5人出现阳性，初8接到 PCR 检测结果报告11人确诊。剩下的11名阴性移工，公司安排进行居家隔离。那公司已在6月7号停工。我们123楼的人员是尽量不流动的，但是因为移工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他们居住的地方几乎是会重叠，是变成都是密集接触者，所以我们就把123楼的移工现在目前是全部都让他们停工隔离。6月9号到6月22号。本国籍厂长初6确诊了后隔工，印刷厂马上停工。纸片公司所在大楼总共有9楼，共同其他公司是怨叹纸片公司封锁消息，让大家是真惊吓。你公司的移工，还有你公司里面的员工全部做完筛检之后，才
才来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确诊。9楼也是仓库啊，就在我公司对面啊。每天移工从1楼1头电梯上下，1楼、9楼、3楼、2楼这样搬。因为高级栋大楼内底还有养护中心，核数确诊者捌伫无共款楼层来耍鱼，恐惊引爆另外一波群组感染。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市伊讲今仔开始嘛全面快筛，市长郑文灿透早嘛去头一间快筛的工厂视察。桃园市政府嘛伫工业区的附近设13个快筛站。工厂内底设置采检亭，台达电子厂内底1550个义工，加上嘛有伫遮上班的台湾籍劳工，拢总有6000人。找到由医师工会来工厂遮甲员工做快筛，正做桃园的企业头一个来工厂做快筛的。市府表示，现场快筛若是阳性，就会随做 PCR 核酸检测。如果快筛阳性，我们会立刻做 PCR 的检测；如果还是阳性，我们就会送集中检疫所或者是检疫旅馆。市长郑文灿透早去视察企业快筛的情形，伊讲疫情的期间，企业要维持运作，就要采取预防性的措施。市府除了这只便宜诊所去厂区做快筛以外，嘛伫工业区的附近设置13个联合快筛站，协助工业园区移工的体检，希望会当建立移工的风险。桃园外籍移工是全台湾第1名，雇用外籍移工的工厂非常的多，单雇用100人以上就有141家，那因此推动企业快筛确实有必要性。针对敢会扩大规个桃园市企业的快筛，郑文灿表示，桃园市产业的移工有96000多人，有且移工的事业单位有到6500间，20人以上的移工宿舍超过800个。目前先甲移工个案计划做好，再搁参考流行率、阳性率等等的指标来做分析。若有需要扩大做快筛，就会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到立法院备询，面对疫情真严重，死亡人数未少，伊嘛第2遍向国人回示咧。我对于任何生命的消逝都觉得很遗憾，尤其国人同胞在这一次受疫情这样影响，我们政府没有100%照顾好，这是政府觉得非常对不起的地方。今嘛本土疫情持续滚价，死亡人数超过300个。早到早起，行政院长苏贞昌去立法院备询，2届甲大家回示咧。苏贞昌嘛表示，15万ton莫德纳疫苗已经伫负20度的环境之下完成封检，各地方招拢咧化无疫苗，要安怎来分配？苏贞昌表示，会优先分配予新冠肺炎专责病院第1线的人员。应该要照这个序列跟照这个造册来施打。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各个团队都能严谨，同时希望民众符合资格可以打的就赶快打。即马3级防疫警戒阁延长，报税期限干那到6月底。国民党立委罗斯宝呼吁，应该要延长到3级警戒结束了后的1个月。民众党立委蔡碧如嘛表示，因为疫情压悬，今年2月份到5月份都有790个护理师离职。税务人员都跟我澄清说，能不能让他第一线不要接触第一线，能不能也能报？是你们都来跟我澄清的。这个部分我们会做好这个所有第一线人员的防护措施。冷血，这个财政部长叫太冷血哦。第4季的那个防疫津贴还有2成还没有下来，今年的第1季其实也都还没有完全的发下来，而且已经是6月了。蔡碧如嘛讲，目前也有部分第1线的医护人员到今也无摕到去年第4季到今年第1季的防疫津贴，要求政府都要准时发予因。也那民进党立委早起嘛宣布，绿营执政的7个县市，包括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等等的7个县市，会全面减免公有市场等的使用费或者是租金。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研发的国产疫苗最近特别离奇解盲，也毋过有专家委员是讲伊感受到高层真大的压力，对疫苗是无介信任。无侪民间嘛对国产疫苗有真侪无共款的看法。咱今仔要连线北地科技部参与疫苗研究计划，这嘛是成功大海副校长曾伟德来提供伊的看法。副校长你好哦。副校长，咱台语有一句话讲，家己种一丛哦，还赢看别人哦，所以有国产疫苗是真重要。副校长，你长期拢有咧参与疫苗的研究计划，针对最近这个争议哦，你认为有真侪讲法拢毋是介正确，毋是事实，是安尼吗？我想
疫苗的发展吼是对台湾最重要的，因为大家拢会在看到最近疫苗，尤其 COVID-19 这方面的疫苗有足侪种变种，有英国的，有南非的，有巴西的，有可能以后有台湾的变种，你无可能去要求其他的国家替你做对你这个国家有用的疫苗，所以讲台湾一定需要家己有发展疫苗的能力，所以讲国产的疫苗对台湾是最重要的。啊，这疫苗技术吼，开始我讲台语还没认得。做疫苗的技术在台湾基本上这个技术是比较简单的，并没有那么大的困难。所以讲台湾已经有种技术啦，所以讲俺会使发表来做这方面的疫苗，这是台湾基本上上好的能力。所以其实你对咱台湾的疫苗的发展，其实是真有信心吗？嘿，我是都有信心的，因为讲在台湾已经发展足侪好的疫苗出来，像俺台湾有做流感疫苗，台湾有做百日咳疫苗。后抓到的疫苗，所以讲这方面的疫苗，台湾的这种血清这种疫苗，台湾已经有这种能力了。只是讲这边用的疫苗，我只是爱讲一点，这一个疫苗唔是讲大家想讲一档两档就做得出来，平均做疫苗爱差不多爱10档，所以讲即马疫苗无讲遐好做，因为爱注重伊的安全性，加伊的迄个有效性。也就是说，我们在讲的 safety 跟 efficacy， 这两件是相重要。那台湾有法度这时间内底做出来，这是绝对无问题。只是讲，大家对台湾有信心，我相信台湾绝对是做得出来。所以，昨有媒体民调是讲有将近60%的民众因愿意来注咱家己国产的疫苗哦。所以一般来讲咱台湾的专家小组会安怎来帮咱国产疫苗的安全跟效果来把关呢？因为台湾新疫苗专家已经足侪啊，因为我想所有的民众对于台湾的迄个医师、台湾的这个医疗方面的专家是有。绝对应该有信心的，因为台湾在新种疫苗，我正好我讲过，伊的安全性、伊的有效性，这绝对台湾的专家拢有在把关做这方面的代志。所以讲，我相信这件代志，台湾即马拄开始做，这个做侪档啊。我相信我家己也参与这个迄个疫苗的迄个审阅，绝对无问题，因为所有专家。拢针对我讲的，伊安全性、伊有效性，这两方面来审查，所以讲这绝对是无问题的。所以咱知影讲，生技产业伫咱台湾的发展哦，其实真辛苦，因为伊投资爱足济，风险嘛真悬。虽然讲若是成功会有真好的收成哦，也毋过副校长，根据你的了解哦，咱台湾即届发展新冠疫苗，咱有面对啥物较大的困难吗？像俺这边疫苗的问题，你想看卖，你得出来疫苗，够人要用，所以讲台湾这方面，我讲，伊毋是台湾在生技产业顶头，因为发展较慢，所以讲我们不是，我们这位是 leader， 所以讲法度做出来讲，我得出来物件，别人马上有信任来使用，所以讲台湾的迄个。虽然咱的医疗做了足好，啊，毋过咱的生技产业还未做出阮讲的所谓的生育。我今仔做出来疫苗，无人愿意使用，所以讲，咱台湾爱先使用看卖啊，来帮忙台湾的生技产业，好法度把台湾的生技产业发展出来。所以台湾的生技产业上大的问题是讲，我即马做出来物件，别人唔敢用，无法度使用，啊！你好无法度使用，台湾都唔敢用啊，出去靠人家使用，所以这个观念最重要。只要各方的专家去把伊的安全性、伊有效性把关好，我相信台湾的生技产业绝对有法度起来。咱最近嘛有讲到讲快速的检验试剂哦，希望会使有这种试剂，互民众会使家己伫厝里来检验哦。这方面咱台湾的发展是安怎？啊，副校长，你敢有啥物建议？
讲实在吼，要做这个检验试剂吼，对阮科学界来讲看吼，是足简单的代志。啊，毋过吼，这检验试剂吼，无适合互民众一般来使用。我找到一个例子吼，像你大拢有伫电视看过，伊这检验的时候爱达这像这棉花棒用来瓶仔内底2到2.5公分。不舒服的代志，所以讲你咧用，你好用了唔对的时候，你就无杀到病毒。所以讲，尤其这种快筛吼，定定有一个足大的毛病，是讲一做出来的结果，拢是我们叫做伪阴性。也就是说，你本来有得迄个 COVID-19， 啊，毋过你检验出来结果是无，这就是因为你检测的方式唔对。举个例，你这个迄个我刚刚讲的，这个棉花棒插入去鼻咽内底，无够你就杀无病毒。所以讲，我建议是说，台湾的这堆检验试剂，大的有法度做出来，包括学界大的都做出来，只是讲恢复到我刚刚讲的一件代志，无人使用。所以讲，我安排爱来做比较，我相信台湾做出来检验试剂绝对袂骗外差。啊，毋过你后要大量使用，我是无啥建议。除非是即马有种新的方法，是你直接测血液，用咧测血糖安尼，这种方法它是相对的较简单一点嘛。啊，毋过我是建议用你要做快筛，还是去诊所，还是去病院，还是快筛站来使用较方便。副校长，咱最后吼，咱讲者，你希望咱社会大众用什么的心态来看待科学跟疫苗的研究？因为吼，我要讲的一点，我刚才已经讲过啊。台湾这疫苗已经有长的历史，像按在做迄个流感疫苗，台湾也捌做过百科疫苗，全部拢捌做过啊。啊，毋过这边较特殊的，因为大家我做了较紧的，所以讲有拄着变有用到迄个 mRNA 疫苗 ，mRNA 疫苗基本上。台湾过去是无技术的，等台湾即马有技术的，分2种尔，一种就是我普通用的流感疫苗，阮叫做讲，阮把迄个病毒，咩讲？阮叫做 inactivation， 就是把这去活化的动作做出来疫苗。另外一种呢，就是用蛋白质疫苗，蛋白质疫苗即马就是即马定咧讲的高端。加研亚在做的疫苗，这种疫苗相对，他们个好像过去的研究需要10张，所以讲相对的这边出来 mRNA 疫苗，台湾过去拢无技术，因为台湾完全过去无纯化迄个我们叫做核酸的能力，所以讲各利用这边的机会，台湾应该有那把做 mRNA 疫苗的技术发展起来，啊，台湾学术界绝对有这个能力来做这款代志。感谢副校长哦，咱知影各种的技术拢爱长时间来培养哦。嘛，感谢副校长甲咱分享遮尔济宝贵的意见。因为民调是显示讲有6成民众是望讲会使注册咱家己国产的疫苗，所以咱嘛希望讲有家己的武器会使过来对抗病毒。咱来看东京奥运后个月23就要开幕咯，会严格来管制游客，卖用 GPS 来监控媒体行踪哦，禁止跨区的采访。另外，日本政府为着要赶紧做疫苗，专工设一寡疫苗中心哦，也毋过拢无啥人注文是冷清清。为着加速疫苗接种，较早讲是日本人主办的东京特地市场故址，即马搭建接种中心，车必开始大规模的注射。头一批对象是警消人员，等讲已经安排2500个消防人员去遐，所落的目标定伫逐日爱种5000个人。伫6月关闭进前，完成警消甲参与奥运的人差不多有11万来注射。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后，特地市场嘛咧变做奥运甲百运公园的停车场。要做第2剂，就爱换去大木公園。感染ならないようにですね、そういう接種受けて、ほっとしてるって言いますか。
日本目前还阁无到3%的人口来注预防车，差不多有10%有注过第一剂，使用的是莫德纳甲辉瑞的 BNT。政府想讲要较紧的，伫东京、大阪来开设大规模的接种中心，切实开放这个月14到27的接种名额，21万个名额内底，敢若有2万外人来预约。目前东京第3度紧急状况已经会刷到6月20，也若奥运嘛会伫后个月23来开幕。日本代表队已经伫6月初1来驻，赛会相关人员预定伫6月中旬来驻。刷落来，组委会将会来接待全球200国，差不多15000个运动员。赛会会用包密的模式来进行，选手伫结束赛程2天内爱离境。海外采访記者嘛，拢會受到嚴格嘅限制。事前に登録があった外出先以外に外出することがないよう GPS 等により厳格に行動管理をすること。入国後14日間の公共交通機関の不使用や用務先の限定。目前已经有8国的选手来到日本做训练，组委会嘛当咧运作。日本即马是当咧第4波的疫情，民间一直呼吁停办也是延期。组委会强调讲，奥运会照期来举办。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香港8万人反送中的大游行已经过2档了。台湾的民间团体今仔呼吁政府爱制定完善的支援香港的机制。流亡海外香港的民运的领袖嘛，透过视讯来发言，因感谢台湾对香港的支持哦，伊嘛讲会继续抗争，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共威权的威胁。2019年6月初9，反送中8万人上街路大游行，即马已经满2年。香港经过剧烈变化，有超过1万个香港抗争者遭到拘捕，超过600人被定罪。港府也利用港版国安法拘捕真侪人，面临几啊年到重新加刑刑责。流亡海外民运领袖罗冠聪呼吁，台湾甲国际社会爱继续关注，对抗中国威权扩张，让国际社会都持续的看见香港人正在为光复香港的努力。也会提醒国际社会警惕中共的集权。我也很衷心的希望台湾现在面对的疫情能够尽快过去。在政治上，我们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去游说不同的国家公民社会加入我们抗中的连线里面。台湾绝对是我们最好的其中一个伙伴。流亡台湾的香港抗争者表示，中国政权对香港的政治清算并不减弱，伊有缘逐工提心吊胆，来到台湾寻求庇护的过程也经过真侪波折。立法委员甲民间团体拢表示，应该完善援港机制，也要强化港资来台的审查规范，明定港资适用外资规定的前提要件，拒绝中资的渗透。除了台版的这个马格尼斯基法案以外呢，当然我们现在也正努力的在推动这个港澳条例，希望可以纳入人权跟民主的条款。8月初1开始，香港疾病处就权利凊彩限制香港人离境。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立法院应该参考相关缅甸抗争的决议文，对港府修恶入境条例表态，和香港人进一步协助。伫台湾的香港人社群也公布发起收集联络大行动，表达对香港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台南市初7查到有来移港群聚，其中有一个人佮发烧超过38度，嘛赶紧甲因拢送去病院快筛。台南的科学园区对今仔早起9点开始，嘛将对园区8000多名外国移工来快筛。警方全副武装将外籍移工送上救护车，因为其中有人发烧烧到38度，警方实在唔敢大意，赶紧将因送去做快筛。台南市警察局第4分局专门咧清查管区内底移工较接咧群聚的所在，初7真正发现到有6个移工咧群聚，其中也有2个是失联的移工。发现了有6名的移工有群聚的状态，经清查身份之后，发现有2名逃逸外劳。其中1名更有感冒的症状，经警方量测，确实发现有发烧高达38度，随即本分局启动了防疫的机制。苗栗的电子大厂爆发外籍移工烧话的事件，南部科学园区嘛紧急伫咧高雄甲台南的科学园区设立开检站。初9透早，医护人员进驻了后正式启用。目前先针对8000个外籍移工来做快筛。高雄一天大约会当采检200人，台南是1000人。按算伫咧1礼拜以来完成全面快筛。那我们采分流的方式以及分仓的一个方式，然后
逐步有序的进行筛检，那希望能够确保整个园区产业的安全。今天会超过1000人以上的一个快筛的一个量，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我们希望在1个礼拜之内呢能够完成。南科管理局嘛表示，针对渔港的管理，目前是先减少作业量，希望会当互环境愈安全。而且伫咧厂商甲宿舍方面嘛有落实分层分流。目前是真要紧的时期，希望大家会当遵守防疫规定，共同来度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初7开始禁止渔港换头家，嘛袂使调派去其他的工厂，所以分林6轻的管理部就公告讲，包厢的渔港禁止进入未了工厂工作，大约会有超过1000个渔港哦，最近拢无石头通做。原本这个时间点换包厢的渔港，早就入去6轻未了厂区工课，但现在将地原公司整理环境和做杂事，因为劳动部7号发布实施，暂停渔港转换新雇主，和调派渔港到其他的厂区工课。6轻管理部嘛透过社群公告，为今日开始禁止换包厢的渔港入去6轻厂区工课。严格一点的，我们倒是可以接受，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他所有他的工作权，还有很多的厂商他的损失。可能会损失蛮多的，因为这些变成说这些移工他并没有办法去工作，他整天都一定要在宿舍里面。因为移工来讲的话，现在最大一个困扰点是说移工的一个群聚。在地外包商表示，按呢规定，超过1000位以上的外包商移工，现在无法度入去6轻未了厂区工课，恐惊会造成生活管理的难度。对此，文管处劳勤处就表示，一切照中央发布规定来办理。外面的厂商他的移工，那他要调派在6轻厂区里面的工作的话，那就会变成抵触到昨天公布的一个行政命令里面，就是雇主偿还雇主调派移工到不同厂区的规定，所以这个部分是有所区分的，并不是说6轻里面所有移工都禁止进入。文管处劳勤处表示，移工本身也是6轻员工，都无受到立场管制的规定。至于6轻管理部只有简单的回应。疫情期间，企业只用配合政府的防疫规定，无任何自我解读的空间，会继续向政府部门来做沟通，取得管制下上好的做法。记者为你报道。台湾实施3级警戒开始就禁止无台湾居留证的人入境。伫屏东的东港有真侪外国渔工无法度入境，嘛无法度回国，只好拢踮伫渔船仔顶头。船头家嘛唔知要安怎办，伊希望政府会使提出相关配套的办法。屏东东港的码头边，外籍渔工伫船顶一直划，因防留伫船顶已经超过半个月啊。屏东有超过3000个境外请来的外籍渔工，目前有8只船，大约30-40名外籍渔工的合约已经到期，其他的人嘛陆续到期，但即马煞无法度转去家己的国家，互因开始躁动不安。5月19日0时起，远洋渔船境外雇用的外籍船员，因为他没有持有我国的居留证，所以在目前整个国家的整体政策上。目前是暂缓入境。因为渔工敢袂使入来快筛甲 PCR， 牵涉到地方的医疗甲检疫旅馆的量。过去合约到期的外籍渔工会当申请入境检疫，才得坐飞轮机转去因的国家。但3级禁戒了后，全部停止。为着避免渔工逃走，台籍的船长也是船员嘛，必须要留伫船顶，有厝无法度转去。这个船员无法度转去，这是我国的国民，我家己我若袂当转去，叫我咱到船上改过。回到自己的台湾了，还不能回家跟家里的人团圆，这样子合理吗？船长想要落船，爱另外请保全来管理。渔工留伫船顶的时间嘛，爱照付薪水，互船头家袂砍折。屏东县政府表示，已经准备好检疫的旅馆，但经费希望中央协助，以专案处理渔工的 PCR 也是检疫旅馆，来解决脱港的问题，嘛减少防疫可能的破口。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报道。咱再来看新北市中和分局有2个交通队的警察5月底挖着病，加在其他的警察拢无去挖着。目前挖着病的警察嘛已经恢复健康，又搁倒来动地咯，早就出任务哦，去救着一个隔着无喘气的民众。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位昏迷的男生，等一下我们再抢救他。
环境为分别民众做 CPR， 因为这查甫人初八暗时食饭完，无细致见到倒伫涂骹无喘气。中和警分局安平所警员接到报案，因为防疫期间救护人员拢尽无形，人命关天，环境马上急救。据案发到远警到场经过了10分钟，且已拨打119救护，远警只能先行施以 CPR， 等待救护人员的到场，并安抚现场民众的情绪。随后救护人员到现场接手，将这查甫人送医急救，总算恢复喘气甲心跳，经销顺利挽回一条性命。所幸当时及时处理，故到院经抢救已恢复生命迹象。是我们解除隔离后的第一个任务。事实上，中和分局交通分队2名员警5月底确诊，其他队员甲安平派出所的员警检测了后全部是阴性。2单位员警伫结束居家隔离甲自主健康管理了后，重回工作。尤其是安平所的员警，初八登去所内整理，就马上出勤抢救隔离民众，得到民众的学乐。记者综合报道。桃园有一个对阿拉伯入境应该爱居家检疫到6月初10的民众，煞失去联络。桃园市长郑文灿嘛伫面册找人，昨暗7点半，中立分局总算掠到人咯，马上甲伊送到检疫所去隔离。穿规丝的防护衫，中立警方正细腻。初八暗7点半，要离开是24岁姓曾的查甫人，伊5月27自阿拉伯回国入境了。应该居家检疫到6月初10，验过初7就7无人，若地址是毋对的，手机也是甲查某朋友借的。警政署初7通报协询，桃园市长郑文灿也伫咧 FB 发大文。唯因专栏不实登记居家检疫处所，且行踪不明，经警政署于昨日通报失联协寻，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用科技方式交叉比对，并过滤入口监视器天罗地网，终于发现专栏真实落脚处所。中立警分局利用科技执法交叉比对，发现姓曾的查甫人住的所在。伊讲之前因为甲人有纠纷，惊互警察抓，所以一直拢住伫咧中立区华北1路，总算互警察找到。本分局将依《传染病防治法》第58条及《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15条规定，通报桃园市政府卫生局进行采罚。警方讲，伊上当会被罚100万。尾啊，姓曾的查甫人是坐防疫计程车，警车伫咧后壁介护，甲伊送去集中检疫所强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长徐金美呼吁民众5日节是唔通返乡嘛仰望讲旅馆业者卖接人客，佮规定讲，若是有人为着病会来公布是对一间旅馆也毋过是有民众认为讲安尼做实在是无啥妥当。全代替5日节连假订票较无2成，毋过花莲县府算算11到14也是有千外的民众要来花莲。县长徐金辉要求配合3级防疫，先卖来，佮要求观光业者暂停接客。如果在端节期间，您的住宿的旅客、游客有确诊案例，花莲县政府将公告旅宿业者的名称。花莲的旅宿业者差不多有9成伫宣布3级警戒了后停止营业，不过要求部分业者继续接客。对县府的确实染疫特别公布业者名字罪犯，拢无同款的看法。现在目前是因为只有0.8左右，其实基本上真的很少客人会进来。如果有法律依据的话，其实我们当然是支持啊。我们鼓励自行停业的业者奖励金嘛。疫情期间真的观光业真的是很重创了。那如果说还要公告名称的话，确实造成大家很大心理压力。县府强调防疫爱靠大家斗阵拍拼，确实无法度解期，正是要去花莲，已经伫花莲车头、有里车头设快台站，请旅客配合体检，降低疫情传播可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卫生福利部有一个统计显示，讲5月15开始3级警戒，全台湾家庭暴力的通报量是比去年同期增加1成5，其中是以老大人防口毒增加上侪。新冠疫情期间，较莫出门踮伫咧厝内，会让减少感染的风险，保护家己也保护厝内人。严格根据卫福部的统计，5月15全国宣布防疫3级警戒了，全台湾家庭暴力的通报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5%，
其中是以老大人受捕案件增加上多。包括很多失智的长辈，他平常可能会吵着要出门，那再加上家庭照顾者，他因为工作中断，必须回到家里面就同处，或者因为他没有了工作，财务的状况变得压力很大，都会增加这个跟老人之间的摩擦跟关系紧张。疫情对每一个行业拢有影响，也影响到家庭生活日常模式。真侪细件代志甲冲突拢被放大处理，尤其是疫情，加真侪视大人定定去的社区关怀点或者是公园拢关起来，视大人无所来去，生活较无重心，容易甲出来的人起冤家。新北市交防中心的主任柯志基就讲，在发生冲突的时阵，一定要先冷静落来。包含了是不是要先冷静，好，或者是转移一个环境，好，或转移焦点，让整个争执点的部分不要持续下去跟火热化。那后续的部分再针对症结点的部分，或者是有疑义的部分，再做好好的沟通跟处理。消防团队建议，出来人若发生冲突迄当阵，上好的方式是先离开现场。另外，爱加强家己的情绪控管的能力，重新规划家庭的生活模式。政府也应该对身心负担较重的家庭加强关怀。记者综合报道。听课将近1个月全国家长团体联盟今仔嘛公布一份针对4000外家长的调查，是显示讲囡仔大部分伫厝里拢是家长的带，每个月收入伫24000块以下的家庭日子上歹过。医疗跟防疫的相关人员因为无啥时间照顾囡仔，但有3社外囡仔更需要特别指导。3、2、1。下一年的陈同学伫厝内底进行体育自学的课程，5岁妹妹和3岁弟弟做伙对咧叮当骹手。停课以来，张小姐和因翁就安排无共日上班，轮流伫厝顾囡仔、顾课业。开始会缠着跟我们说：“妈妈，我要做什么，陪我玩什么的。”大概1个多月来，其实也慢慢跟小朋友有相处一个模式在。对，其实我们也慢慢习惯居家办公。翁仔某分工真顺利，目前经济无受到影响。张小姐感觉好加济，全国的停课对家己的家庭也无上大的冲击，不过也看到有朋友更加真辛苦，蛮多都是必须要请那个防疫照顾假，对，就是请下去。那防疫照顾假其实也是大家也知道是不给薪，是看公司的。专家评公布停课了后的2礼拜，4005位家长的问卷指出，有强要60成的家长伫厝顾囝。停课，搁得爱烦恼经济，也拿医疗防疫人员，因无法度互因的囝儿有够的学习支持。34%的囡仔需要学习指导，偏向弱势，伫设备和网络资源，有关是真欠。至少在载具上面这件事情，还有网络上面，可以给予协助吗？尤其像譬如说行政院它能不能统一来协助这些各个县市？生活照顾压力负担对不少家庭造成冲击，到当又搁延长停课到歇热，专家评建议歇热时，国小和幼稚园爱比较即卖做法，互有需求的家庭要是会当甲囡仔送过去，真做是支持的一种方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有1/3的太空科技公司拢在做火箭哦。咱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火箭阿伯，伊对美国甲伊的火箭梦带回来台湾，望讲会使做出咱台湾家己的火箭。今仔暗时10点，公司第一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来看火箭阿伯带一群少年人做伙追梦的热情。全球上股嘅 Elon Musk 企业集团下骹子公司 SpaceX。计划伫2027年进程发射12000粒卫星，希望借太空传信号，和全球通信产业自即马挖靠地面基地台的5G，进入太空的6G 时代。太空经济起飞，台湾要伫这场竞赛当中占一位，火箭是真重要的关键技术。太空经济分做4块，一个是地面设备，一个是通讯，我跟军事应用，还是我气象，一个是卫星制作。一个火箭，火箭这个上介细，但是若无火箭，你就无卫星就变无路用啊。经验做飞弹是应用不大，所以一个就是90度的位置。吴宗宪自2005年开始，就伫学校开设火箭课程。2011年结合4间学校的资源，成立前瞻火箭研究中心，其中有60%的经费拢是来自民间的投资甲民众的募资。
一步一卡因13档的拍拼，替台湾火箭科技的发展打落基础。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火箭卫星载具，我们可以让台湾想发展这种卫星科技的太空产业能够更容易顺利的蓬勃发展这样子，因为我们就不用受制于可能其他国家，然后我们可以自己想什么时候发射就什么时候发射。按算伫今年底，前瞻火箭研究中心都要试驾火箭拍到100公里远的高空，这是地球大气层加宇宙的界线。若是升空会使顺时，就代表咱有能力用家己制作的火箭和卫星入轨，这将是台湾伫太空科技产业发展的一个大突破。记者王毅峰、柯宏耀、新竹报道。来看西班牙有一间公司做出会晓做西班牙海鲜饭的机器人哦，听讲功夫阁袂输饭店的师傅，即马真侪人拢伫厝煮三顿哦，应该拢想要有一款机器人。老师结会，将调好的酱甲蒜料拢倒喺鼎内面，搁加一碗米落去，机器人的手来来回回开始煮食。这个时阵时间差不多，会当加海鲜。正好煮这道西班牙海鲜炖饭的总部师，也是杜家学校的执行长，伫咧边仔看机器人的手路啥款。Espectacular, muy bueno. Riquísimo. Y oye, el arroz me ha sorprendido, ¿eh? 总部师讲，虽然这是一个袂歹用的工具，也能做出更加侪素质精致料理，不过机器人袂晓传料，就要先把料拢切落好势，质量才好，机器人才有法度煮一道澎湃的料理。5 chefs del Basque Culinary Center están desarrollando 5 pases, 5 platos, de tal forma que llegará un momento que nos sentemos delante de este robot y podamos degustar 5 platos diseñados por 5 importantes chefs. 这是西班牙一间名叫做 BR5 的公司所研发出来机器人总部师。虽然无法度将西班牙每一个家庭做这道传统料理的滋味拢可比出来，不过只卖当跨出国界，和其他国家的人也食到这项料理的滋味。因为伊的表现有一寡外国的连锁饭店，也个日本酒店加主题公园拢真有兴趣。公司新闻吴玲编辑。咱再来看中国的云南有一阵本地住伫保护区的野生象，去年向往北边移动哦，有10多只象是行500公里远的路途。当地政府嘛出动真侪警察对伫象的后面，佮准备贩卖甲往来，是真惊这个象会冲入去市区。伫明体外口并遮的对电力设备真好奇，也佫想要甲天能浪费。伫中国湖南昆明的城镇，最近出现一阵野生的亚洲象。这15只野生的大象，顶礼拜进入昆明外围的正林区了，拜六继续往北平，人更加多昆明市行过去。目前主要的还是把象盯住，然后周边的群众及时的疏散。这种情况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从来都没有过，所以大家都在思考，到底为什么？中国的学者又讲，有可能是带头的象三唔着方向，行唔着路，也有可能是象的习性改变，或者是和人的食物起因。详细原因也怪调查。湖南政府怎么是尽量引导这些象行向西南边，希望伫咧人象卖互相冲突的情形下，互因赶紧转去。公司新闻是婉玲编辑。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5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